嘿，嘿，这得有，这是几乘法是？这听我听过的。欢迎大家点上大哥，欢迎大哥。就是对那个这个叫俺三家来说，我都来说，我个人才人嘴等这个嘞。夹子就是夹子的。我让我嘞，这我让我没了。就你中我没事。让我带没在这里，上大家来的节目这些的，没有在那拍我的这里让我们这嘴。这的。那我让我跟小老师猜的，因为我嘴，其实没得那就没长大没生我人那才叫老师的俺那一点嘴，他是吃了一嘴的，真这个的。说实话，对，是。俺说你能不能没听几十个呀？都讲嘞，还送他你的就那么最，就那么最送的，俺是再买几的。这里。啊，家人们，我一点没追，我特来讲话一些说啥家的，我说你那么兴趣跟，那么你几些说你？他妈你继续的讲。咱那这是高中生的讲哪里？俺心里。咱那搞的，俺咱那搞的这样，要么就上大家搞，要么就怕说，你每个同事，你每干嘛都，可就没去，在哪里？他。怎么？俺特来求钱，求的他老给有的给啥容易？我记得，这里的。俺心里那么强，那么最多个的，那么年纪些就没得个。那么多的就都让开线的怕不送的，俺就给俺上大家都对。就女人是女人，是就女人多的和人他怕送，俺咋去拍不他呢？我接着的都，就俺干么的，就都让俺干的起来，送小的。会找到你这些，俺说你那么最心里。没你那他偏嘛就，最酒店没你。俺是现在就那么最看水我都个的，你要这，这怎么的？可见到人那的，但你那没大说，就那么最知道你，就那么最没就派我就那大上山家，我里知道他就他们干起的，就没在装浪费，但这来钱你给我，这来搞个啥，过来干啥，早的没搞不对的。就这大人的大人，那他最重要。就俺给么子我大妈做来些家伙那些种都是些。你咋个你给要做些人的都是他办的。俺但是说你能不能做个就强大一些，你在讲究那些。他把你他不嘛就强大一慢慢些，这那么做那录讲的。现在没做些些，就俺现在的这些他们就做他们。啊毛，这一个就是对一代一咱们这个节奏而已。那可是现在老买过。可，我不是，别听是那些人的话，这不是真的。俺心那么粗，这啥？哎呀，说你那么牛逼耶！这个他就那么年小，就那么就变成戏剧吧，再看到了是年小干嘛吃了啊？就俺们部门，这嘛这来叫你皮开店的，从大一面的做就不嘛不了。我也讲是点着客厅那个这样子。爱吃这个啊。干嘛？俺现在这样，干嘛都吃了你不给俺吃完早些给没去说。我说没接同去那几年俺就讲了，叫这没。
我吃累了，就菜的吃了。过来，你瞅什么情节？过来，他就接着一个了。他妈惩罚个老一句就这个，这，啊就这个。惩罚记得就可以做。没，就上啥家，他听完双球上心里，他就来往的，他别嘛叫，出去给俺们买口的叫。他家里面就是，哎，人家这上是你那么就走不容易，我给你给出来，这就是。这个呢没事的，这个有什么呢？那个俺能不能结婚吧？俺能不能现在追过来没个？能不能有这些送你一类似？他是单身吗？不是哦。结婚吧是，就是你的缘分是。那个，我真的不能，真的不能这样的。然后呢，结婚们，强大爷惩罚他们是个垃圾。强大爷，真配子你们别走，就大姐的操作都弄，俺你结婚嘛是最大就大姐姨，强大爷。他妈这都写了个我不讲我写的。哎，人追他最后追那个。我追那追我写的不接追。惩罚做个么子，他就大姐姨。做个嘛子就找咱家么个可对，不要做惩罚可以。我怎么的就他菜人叫，就菜人吃了你，他是拿几这个。我也他俺叫俺，他哎看到都对话叫，我寻那么个那光住去么个那我是拿几的来。跟大家。机会超我对不对？那机会给都怕是加上就。没，这个机会点，你就哪来录个机会点？在哪里？好，可以，这上面说的是有事啊，真的，俺能不能去买起那个？莫让他给出来，他是旧的。俺能不能去起来的？可能讲这些个能不能也不是蛮你那为什么？哎，别人担心我这个，现在叫个别人担心我这个，别人担心我这个，这个啥子？弟弟，你都是主要是什么？别担心，俺这就没么都讲不到你是来呢。个强他人强在接，对，这种俺那么些没之类。我讲我这干嘛来嘛？俺就出来，俺也就这个讲啥讲嘛吧，到底讲没？只有个时候没。没，到底讲啥讲没？得了，他们说的没呀？到底有事情？哎呀。那妈妈在大溪里弄么子个了，讲啥家嘛的，这玩他们是继续偷的。他这么讲的，这么一个，个哎，那么这么就的。真无理，我知道转，但是没是这样做个绝对，这都这么的是乱来个，就这个。
在山西上是这道宝石就。这人，他叫我推出没这那个吧，叫我来没了，因为特别的要你。啊，你个多的，你个多的喂。都这个，光俺也种着全我打到了没？就干的这个干没做干没的这臭干的做的，他的他们说的还叫这里俺这地边儿鸟的，人生讲了的，就种讲了的菜人过来。呀，等一下，家人们就，穷啥家，怎么？你那个给下来标准啊？家人们就这个一起嘛是怎样？我呀。这是做的，哦呀，我的电话听到吗？看到头发洗的从胖出来，都已经是对，这样，这个一种都不得。不，这是什么来讲的？你一旦不追，你说我穷啥你讲？你一旦做下去，我他头发的，我一旦的马上变了就一旦不追，他那个盖露皮的露皮一下，我呀。你把这是你把家里你把看他这都的。你一旦不追下去。谁生意的？这一旦不这个，我这个路皮是什么叫路皮是最 score？我就在那讲，看嘛就开的人，看嘛的过来，就在家么个就开的人，俺开的，这。就在家最多呢。我听说查吧。